今日嘅呢條視頻非常之重要，肯定會得罪同行同埋發展商，隨時都會俾落架。但係能救得一個係一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認真睇完呢條片。近排一個中伏樓盤又再次重出江湖啦，黑心經紀搏命死推，係咪沒良心，還是發展商呢個俾得太多太吸引啊？呢一期嘅視頻，我將會揭開呢啲黑心中介貪心嘅食相。就喺3個禮拜前，呢個樓盤就已經上咗當將西望嘅頭條㗎啦。係供緊銀行咧，好似供緊一沓紙咁樣，好唔實在啊！供款嚟咪白費咗，咁突然間話間屋你冇㗎，供緊啲空氣咁，簡直唔可以接受咯！即係你欺詐港澳同胞啦！依家收咗樓，做咗按揭供緊樓，做埋裝修入埋伙㗎啦。但係喺今年年初準備辦房產證要交契稅嘅時候，佢突然間喺業主群組發現咗件千奇百怪嘅事。一個業主就話：點解個收據嗰度係4棟1單元，我住6棟1單元？同埋呢個屋苑個名唔同咗。吓，屋苑個名唔同咗，咁都得嘅咩？咁點解再次提起呢個事件呢？因為近排有幾位 fans 朋友喺後台私信 Vincent， 話喺網上嘅廣告睇到50萬就可以買到珠海北，而且仲係3房嘅單位喎。問我呢個價錢點解咁筍嘅？係咪真㗎？如果佢想買嚟退休自住，呢個樓盤又值唔值得入手呢？仆街！我一睇個樓盤嘅廣告，就知道呢個樓盤就係前排上咗當將西望嘅朗詩山城，依家係推薦緊佢嘅2期啊！大家依家喺網上去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上邊嘅廣告宣傳，往往係虛假，甚至乎係作大嘅，導致好多客戶就容易俾呢啲廣告吸引過去啦。但係低價樓盤嘅背後藏住咩不為人知嘅財產貶值風險，尤其係嗰啲睇起身超值嘅筍盤，可能就藏住更加巨大嘅風險啦。所以如果你正在打算投資或者喺大灣區買樓退休嘅你，行錯一步，可能會直接影響你未來幾年嘅財產安全，甚至乎連老本都蝕埋喺呢邊啦。所以今一期嘅視頻，我會幫大家去實地考察，3一分析呢個樓盤，避免大家再次跌入呢個韭菜盤嘅陷阱。同時，我都會從多個角度、全方位教大家過嚟實地睇樓嘅時候，應該點樣去判斷呢個樓盤值唔值得買，邊啲係韭菜盤要避開嘅。2025年啦，咁差嘅經濟環境，我真係唔想再見到有客戶朋友辛苦咗成世儲落嚟嘅錢就咁冇咗。同樣，作為一個有良心嘅經紀，我覺得我係有責任去幫客戶去分析同埋去建議嘅，避免再次買到呢啲垃圾資產啊！先唔好講升值，但起碼可以保值啊！好嘅，咁話不多說，咁我哋依家即時去實地考察啦。Nice。好嘅，觀眾朋友。前線記者 Vincent 依家為大家實時報道啦。咁依家 Vincent 咧係嚟翻我哋朗詩山城佢門口嘅呢個位置嘅。咁先簡單同大家講下呢邊嘅區位先啦。呢個方向出去咧，就大概揸車5分鐘嘅時間，去翻我哋珠海市區界倉嗰邊嘅。咁呢個地界咧就屬於滕州站嘅，係啦。咁滕州站呢邊咧，前邊呢邊大家有見到呢啲樓咧，就係屬於一個產業園嚟嘅。呢個位置出去咧，都可以去翻我哋滕州嘅一個鎮中心。而我哋朗詩山城喺邊個位置咧？喺呢個位置嘅，係啦，就係我手指住嘅呢個位置。咁一陣咧 ，Vincent 咧都會揸車帶大家遊下車河，因為呢啲畫面咧，你哋好少喺 YouTube 上可以睇得到嘅，因為人哋展示咧，只會展示佢入邊嘅內籠啊，或者周圍嘅環境，而我哋咧係由門口開始影俾大家去睇嘅，俾大家睇下呢邊周圍嘅一個環境，有冇工廠啊，周圍有冇配套啊，有冇咩變壓站啊或者垃圾站之類嘅。好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即時去遊車河。好嘅，觀眾朋友，咁依家 Vincent 就帶大家遊車河啦。通過我哋鏡頭睇到咧，呢個十字路口，因為有個產業園喺呢邊啊，其實貨車都比較多嘅。大家睇翻呢個方向先，係啦。咁再睇埋呢個方向，包括其實依家朗詩山城咧2期都見緊嘅，都好多泥頭車都好正常，但係貨車多咧，主要係因為呢個產業園啦。咁我哋依家就入翻我哋
去翻朗書新城佢售樓部嘅位置，帶大家睇下周圍嘅環境。咁而呢個高架橋，大家可以睇到嘅呢，就係我哋嘅香海高速嚟嘅，係啦。咁呢條路一入去呢，就大概揸1-2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嚟到朗書新城啦。點解會要咁揸車呢？其實我哋可以咁樣嘅形式俾大家睇到周圍嘅一個最真實嘅環境啦。咁睇嘅話，就你可以真切去了解呢個呢個樓盤嘅配套啊。係啦，咁大家睇唔睇到呢邊就係朗書新城佢嘅一個地標，就當喺門口呢個位置啊。包括依家入嚟呢條路呢，呢條路都可以話比之前好好多㗎。以前呢係爛路一條啊，入到嚟全部都係水泥路嚟嘅。依家發展商修好啦，咁再加埋呢兩塊地呢，都係朗書嘅地嚟嘅。大家睇到，咁依家佢話講緊嘅賣緊嘅2期呢，就係呢邊啦，係啦，得呢2棟樓，峰頂大吉，講緊係。咁我哋再往前入去睇睇，係啦。一講呢，朗書新城等佢嗰條滕州快線開通之後，話好近珠海，5分鐘話可以去到珠海，係邊條路呢？就呢條路。前邊大家睇唔睇到？就係我哋紅色呢啲嘢，即係遮住嘅，就呢條就滕州快線啦，係啦。咁通過我哋鏡頭咁樣去睇，其實可以咁睇，朗書新城目前嚟講係個孤盤嚟嘅，咁周圍就冇咩太大嘅配套噶啦，冇咩商場啊，又或者可以休閒娛樂嘅地方噶啦。咁呢邊呢，你睇到我哋再往前開，前邊就係我哋1期啦，亦都係話之前人哋話即係樓盤名改咗啊，座數又改咗啊，就係呢1期，就之前收樓個業主依家嘈緊嘅。咁售樓部咧都冇改嘅，就係依然都係呢邊嘅。咁依家就帶大家入翻去我哋即係周圍嘅環境，即係佢講緊係3.2萬平方米嘅商業啊嘛。睇依家有幾成嘅開鋪率，但係依家今日係禮拜日都泊晒車嘅喎。其實人哋過嚟睇樓啦，依家係啦。前邊就係村屋嚟嘅，咁前邊呢2棟樓咧係叫奧榮香檳花園嘅，係啦。咁再睇埋呢邊嘅街鋪，主要係俾大家睇街鋪先。幾乎可以話係零吉鋪。Vincent 啱先倒落車揸行咗一彎啦。咁再咁睇嚟翻呢邊，已經係去翻佢後邊嘅村屋嘅一個位置啦。咁我哋兜過去啊，跟住前邊嘅車，感覺上咧啱先兜咗一彎，比三鄉仲鄉下喎。滕州嚟講，雖然話係滕州啊，但係嚟到呢邊你感覺唔到有滕州嘅繁榮啊。你包括咁睇1期業主嘅一個入住率1-2成咋，通過鏡頭去睇。不過後邊呢條路係啦，呢啲都係矮屋嚟嘅，包括呢邊有咩搬運隊啊、咩水泥沙啊，呢邊後邊嘅環境就爭好多啦。呢啲畫面咧，可能你哋自己睇 YouTube 都未必睇得到㗎，人哋推緊呢邊都唔會影俾你哋睇㗎。睇唔睇到？呢啲地，呢條路都有高壓線。不過再往前邊去行咧，我哋睇到其實高層嗰啲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滕州嘅皇族酒店啦，滕州最高嘅樓宇。咁呢邊咧呢個位行出去咧就係裕豐明版嘅。咁感受國際花城呢個位都可以望得到嘅，係啦。咁包括呢啲地，咁佢講緊嘅一個中小學同埋幼稚園就喺呢邊啦。目前都係未正式運營嘅，係都唔知要等到幾時先有得開啦。咁我哋兜過嚟，後邊都係村屋嚟嘅。依家佢哋講緊嘅，即係單價6700蚊，53萬起可以接珠海北。珠海北即係有陣時聽到珠海北都想笑，滕州咪滕州咯，講咩珠海北係咪？依家加上珠海2個字就覺得高卡士啦，而且佢哋標榜嘅係全部係珠海嘅配套，因為佢哋話呢邊近珠海，其實你再自己揸車過嚟呢，又感覺唔到有幾近珠海喎，因為你如果去享受珠海嗰邊嘅配套，你包括呢邊後邊嘅街鋪都幾乎係吉鋪啊，可以話全部吉鋪啊。為了您的駕駛安全，請集中注意。簡單嚟講，可能真係難聽啲嘅，買珠水都要你喺香港帶過嚟啊，又或者去翻珠海市區去買咯，嗌個美團又得。
連個基本上嘅收入配套佢都冇啊！所以你話之前買一期業主佢生活點算啊？都基本上要揸車出去噶啦，又唔係話個個都有揸車返嚟嘅。好嘅，基本上我哋就已經交咗一 round 噶啦，咁我哋就準備落車同大家去講返呢邊嘅一個總結啦。好嘅，觀眾朋友，咁 Vincent 依家就拍低部車啦，咁就依家嚟返我哋朗詩山城售樓部門口嘅呢個位置嘅，咁就同大家做個總結啦。咁啱先通過我哋遊車河嘅形式咧，都可以比較真實了解朗詩山城佢周圍嘅一個城市面貌嘅。咁對於依家嘅市場嚟講，Vincent 一直都有講開90%以上咧係攞翻嚟自住嘅客戶朋友仔。咁如果你係真係想買嚟住嘅，咁你哋關注係咩配套咧？我哋攝影師都可以跟我哋行一行啦。係啦，咁就邊行邊同大家傾下偈啊。咁自住方面咧，第一個就收入配套。佢朗詩山城話佢3萬平方米嘅商業體會喺一期交付嗰陣時咧，就交付俾我哋業主去使用嘅。咁啱先通過我哋鏡頭去睇到咧，幾乎係吉鋪，即係難聽啲講嗰句，你買支水可能你都係要叫個美團先至可以送貨上門㗎啦。咁樣嘅一個收入配套又唔係真係可以見到，真係好肉酸啊！咁講例個，啱先我都有打開個美團啦，即係想嗌個外賣啊，睇下佢周圍嘅時間。大家都知道其實滕州好多嘢食嘅。如果你喺滕州嘅一個鎮中心去嗌啲嘢食咧，大概20幾30分鐘，美團就可以送上貨噶啦，送貨上門。咁呢邊咧嗌個外賣40-50分鐘，誇張啲咧80幾分鐘都有。咁呢個咧就好誇張噶啦！喺滕州大家係想過嚟食嘢嘅，咁你樓下又冇嘢食，嗌外賣又咁耐，咁而且大家想煮飯咧，去翻邊個市場啊？去嗰個永義綜合市場。啱先我測試咗2.2公里，揸車6分鐘，入邊嘅內場銷售同你講咧，行路過去5分鐘，點行法咧？你行路都要30幾分鐘啊！2.2公里喎，你冇理由下下嗌數來回1個鐘咁行過去買餸㗎，係咪？咁除此之外咧，咁嚟翻呢邊第二個大家比較關注嘅配套咧，就係佢嘅商業啦。商業配套咁大家過嚟度下假又好，咁最起碼有個商場可以去飲下茶啊、睇下電影啊。咁滕州呢邊個最大嘅 shopping mall 優越城呢邊過去咧都要20分鐘，講緊嘅係揸車嘅時間啊。去翻三武會員店咧就19分鐘嘅。咁華發商都21分鐘，基本上呢3個商場係可以滿足到大家嘅。但係咧，如果對於冇揸車嘅朋友仔，咁你下下就要 call 的士啦。而且個門口啱先我揸過嚟係冇睇到有咩即係公交車站可以俾我哋即係坐車出去嘅。咁第3個啦，就退休嚟講咧，即係可能對於上咗年紀嘅朋友仔會比較關注嘅咧，就係佢哋嘅一個醫療配套啦。咁好啲嘅，咁呢邊有個珠海嘅禪城醫院啦，6分鐘。就我哋簡單嚟講，普通嘅感冒話係可以解決到嘅。咁包括滕州有2個醫院，一個南華醫院啦，一個我哋嘅滕州人民醫院啦。過去嘅時間咧，差唔多都係15到20分鐘左右嘅。咁如果去翻即係中大5院咧，就珠海嗰個3甲級醫院咧，就需要30分鐘啦。所以對於呢啲醫療配套嚟講咧，係咪可以滿足到大家咧？因為你講緊嘅車程都係去翻10幾20分鐘或者30分鐘嘅時間，所以大家真係要考慮呢一點啦。咁環境方面咧就更加唔使講啦，係個沽盤嚟嘅。咁佢依家講緊係分5期開發啊嘛。現在大家睇到嘅就2期先起咗2棟樓嘅啫。咁對於未來周圍嘅環境，可以話5年之內都係沙塵滾滾噶啦。你對於依家買咗1期已經入住咗嘅街坊咧，你哋睇下佢，你可以問下你哋朋友或者買咗呢邊嘅入邊會唔會話經常閃灰眼啦？都係好正常嘅，所以就大家要考慮翻呢邊所有嘅綜合嘅問題，包括佢呢邊咧都冇直通巴士翻到香港嘅，係啦，而且講緊嘅時間呢個位置出發去翻我哋即係港珠澳嘅珠海口岸咧，都係需要40分鐘嘅時間。如果行高速咧就快啲，就27分鐘。翻到太子咧就100分鐘嘅。所以你買呢邊咧，基本上你嘅生活即係商業、環境、醫療呢啲配套咧，對於一個真正想嚟住嘅人咧，我覺得係完全滿足唔到嘅。呢度最基本嘅一個配套，你冇話佢有冇會所啊、治安點啊、物業管理點啊，呢個係其次噶啦。所以對於大家真正想買樓嘅朋友仔，關注呢啲配套咧，真係要關注得詳細啲，包括
你哋喺網上去睇人哋介紹，基本上睇佢哋最吸引嘅廣告，53萬買3房800幾尺嘅單位已經吸引晒啦，覺得個價錢平啊嘛。包括我哋講翻一期呢邊咧，唔好話佢改嗰個流動啊，或者係改嗰個屋苑名啊，即使呢啲朋友仔佢出到證，即係可以入，依家都正式收入出到證啦，呢啲問題所有解決晒啦。對於佢哋喺呢邊生活又方唔方便咧？呢啲先至話我哋可以去真正去關注嘅一個問題。包括依家買二期嘅朋友嘅，咁即使你二期冇呢啲所有存在嘅問題，你入手呢邊，你係覺得你50幾萬擺呢邊買層樓，覺得值唔值啊？你會唔會話即係專登喺香港跑過嚟，你一個又比鄉下仲鄉下嘅地方去居住呢？所以咧，大家關注一個樓盤咧，唔好太過於表面啊，價錢平係咪真係夠吸引呢？更多嘅咧，我哋係要關注佢背後嘅一個配套嘅真相。所以大家睇樓一定要擘大自己對眼睇真啲。咁同埋咧，睇到呢度，大家都記得俾個 like 喺評論區留低支持2個字啦。咁樣 YouTuber 咧先至會推俾更加之多嘅人，以免大家再次中伏啦。同埋睇到呢度，大家都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以免錯過我哋任何精彩嘅影片啦。又或者你哋正在關注中山或者珠海某個樓盤嘅朋友仔咧，唔知道有冇伏嘅，都可以聯繫翻我哋可以企喺一個更中立嘅角度，幫大家全面去分析呢個樓盤嘅一個優缺點嘅，咁先至唔會話作出一個錯誤嘅判斷啊嘛。好嘅，咁本集嘅視頻我哋就分享到呢邊啦，咁我哋就下期再見，拜拜。